平安，今天7月2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一起来透过敬拜，让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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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带着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。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。信息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歌颂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去经历你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将自己献上，愿我们每一天的领受都是从你而来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7月23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5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列王记下第15章第1节到第12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第27年，亚玛谢的儿子乌西雅做犹大王。当时乌西雅16岁，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2年。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乌西雅效法他父亲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，但是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，人民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。上主降灾给乌西雅，使他长了麻风，一生受这病的纠缠。他住在自己的行宫，国家大事由他儿子约坦处理。乌西雅其他的事迹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。他死了，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。他的儿子约坦继承他做王。犹大王乌西雅在位的第38年，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撒迦利亚做以色列王。他在撒玛利亚统治了6个月。他跟他的先祖一样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仿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的坏榜样，领以色列人犯罪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，在以伯莲刺杀他，篡了他的王位。撒迦利亚其他的事迹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。上主曾向耶户王说，你的子孙直到第4代都会做以色列王，这应许已经实现了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5章第1节到第12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来思想，一个人或一个王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？让我们看见这些王，虽然他们好像有很多的荣华富贵，但是很重要一项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这边讲到说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第27年，亚玛谢的儿子乌西雅做犹大王。在前面经文讲到说，耶罗波安他在位41年，在他第27年的时候，乌西雅来做犹大王。乌西雅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的大能，耶和华的帮助。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机会，我相信是上帝在帮助他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常是在做上帝看为对的事情，但是你做的事情其实很需要是你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展现。所以这个乌西雅来做犹大王，在他在位的那么的时间里面，也是以赛亚先知开始服侍的时刻。第2节这边讲到说，当时乌西雅16岁，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2年，也就是他统治了犹大这个国家，他在这个地方做王52年。这边提到说，耶可利亚是他的母亲，是耶路撒冷人。第3节提到说，他效法他的父亲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情。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在怎么做，是不是会看见你的父亲所做的？所以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也常常会看见说，一个王上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跟他的父亲一样？他学习的是父亲的榜样，或母亲的榜样，或者是其他人的样子。所以很特别，其实每个人不一定都会照着父亲所做来做。但这边提到说，乌西雅效法他父亲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。所以一个人其实他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回来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做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，怎么样来仿效，怎么样来做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这都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去调整的。所以这边很特别讲到说，乌西雅效法他父亲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王，包含乌西雅，都会提到说他做对的事，但是我们会觉得很可惜的是，还遗留下了一些东西。这边也是提到说，但是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，人民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其实这一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教会也常常是如此。虽然我们在某一些层面当中，我们做上帝看为对的事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清除遗毒，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，我们生命需要做清理。很可能我们会来敬拜上帝，会读经，会祷告，会来到教会参加聚会，但是我们却没有除掉我们家中的偶像，我们却没有把我们家里面做一些很好的处理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但是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。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也很像我们家庭当中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没有将那些遗毒处理掉，没有将一些有可能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来处理掉，我们依然会陷入在罪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，不论是以色列或犹大都一样，如果没有清理干净，依然有这些拜其他神的人在当中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当中，包含牧师包我们同工，需要去认罪悔改，需要更加谨慎的，因为我们常会怕别人不开心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一些做更好的处理。因此我们需要学习的，也就是将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，
把它处理掉。这边讲的也就是如此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乌西雅生命里面还遗留下某一些东西，或许他没有将这些神庙处理掉，让他得罪了上帝，或许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他得罪了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上主降灾给乌西雅，使他长了麻风，一生受着病的纠缠。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，他需要去面对他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主降灾给乌利亚，也就是他得罪了上帝，也就是他在前面所留的那些遗毒没有清除干净。如果他有好好的处理，他的生命会被提醒，他的生命会被祝福。而在当中也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比较不会有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，上主降灾给乌利亚，使他长了麻风，一生受这病的纠缠。后面讲到说，他住在自己的行宫，国家大事由他儿子约坦处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位52年，但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事情都是他儿子处理。虽然他享受许多，他还可以住在行宫，他还可以当这个王，但是因着他得罪了上帝，他长了麻风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些长麻风人会怎么样？是被隔离的，被隔离的。就像我们之前所经历的冠状病毒的问题，当这些人他们确诊了，他们需要被隔离处理，所以当被隔离的时候，他就很难去处理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乌利亚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被隔离，因着他得罪了上帝，上帝惩罚他。前面讲到说乌利亚他在位蛮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王他们的事迹都记载在他们的列王史当中。当然虽然他在位那么长的时间，依然在这样的病痛当中，一直到他死了。所以因着他得罪上帝被惩罚，而最后也因着这些病，他经历了这样的状况，最后死了，也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。那当然后续也由他的儿子来接位。在第8节这边提到说，乌西雅在位的第38年，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来接位做以色列王。前面耶罗波安2世他在位了蛮长的时间，而他的儿子只统治了6个月。在他做王的这6个月里面，我们看到说经文里面依然提到耶罗波安王，所以讲到说耶罗波安2世他的儿子上位之后，撒迦利亚上位之后，讲到说他跟他先祖一样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也就是仿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坏榜样，领以色列人犯罪。所以这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得罪上帝，也不要带领人得罪上帝，我们不要自己离开上帝，也不要带领其他的人也离开了上帝。这真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。因此我们在第10节里面看到说，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，在以伯莲刺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自己人起来背叛他，所以他在位非常短，前面讲到说只有6个月的时间。当然撒迦利亚他也是这个王，所以依然他的事情也被记载在他们的列王史当中。而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在提的是第12节，这边讲到说，上主曾向耶户王说，你的子孙直到第4代都会做以色列王，这应许已经实现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耶户那时候在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拣选他，透过以利沙去派遣那个先知去膏抹耶户上来做王。他也很有智慧，他没有杀进去，而在当中他也清掉了一些人。
所以他有自卫的来当王，但是依然得罪上帝。所以在当中上帝拣选他来做这些事情，上帝祝福他。但是这边讲到说，上主曾向耶户王说，你的子孙直到第4代都会做以色列王。所以也就是如此祝福他，让他能够做以色列王，但是直到第4代。这边也就是一样，第4代做王，然后被篡位，然后这个王位又成为别人的。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一直是如此，从耶罗波安开始，他们家里面几个人做王之后，他们朝代就被翻了，他们就被篡位，甚至整个家族就被灭亡了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，他们一直在得罪上帝，一直是拉着耶罗波安的这基准线，一直得罪上帝，一直把人带离开上帝，一直没有悔改。所以我们看，其实我们生命很短，我们看到这记载里面一直在过，让我们有很多可以来反省的地方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有没有看到不管是乌西雅王，或者是耶罗波安2世他们这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？所以在当中事情就照着上帝的祝福来做，或者是上帝的应许来做。虽然乌西雅王他所做的合上帝心意，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依然有许多的事情，他没有让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面前，他依然有自己的骄傲，有自己的生命的问题。而北国的王，他们依然走在耶罗波安这条基准线当中。上帝祝福了耶户，但是上帝也照着他所说的事情这样成了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所想要展现是怎么样？其实对我来讲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一个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的展现是如何？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？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思想，我们常会觉得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去看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做。所以不管是乌西雅王，或者是撒迦利亚，在当中上帝怎么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很重要是我们生命如何活出上帝美好的恩典与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帮助，让他们看见这些就渴望来跟随，看见这些就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愿意继续来跟随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乌西雅他上位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就跟他父亲一样，是做上主认为对的事。但是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他一上位的时候，提到说跟他先祖一样，仿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做了上主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在当中不管是学习父亲怎么做，但是真的有机会的话回来，当我们在读经在祷告更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，才知道怎么样来走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讲的，你要跟随这世界往前走，还是你能够跟随着上帝的恩典话语往前走。常常上帝的教导跟这世界所教导的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哪一条路要怎么走？我们常说回到上帝的心意来。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感谢主，愿上帝的恩典祝福在你我当中。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再回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的话语对你说，对我说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透过这些经文持续的来对我说话，来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，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学习我们父亲所做的，我们家长辈所做的，更重要是回到你面前，明白你的心意，照着所领受的来做，清楚知道我们该如何走，该如何做。很重要的是，上帝你带领我们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祝福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领受也去分享出去，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，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赐福，也带领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祝福你。